顶回读到倒位呢？无啥会记啊吼，来，我对遮开始个读起啊吼。叫三声吼，这个临终的诗已经到吼，这个大川临终的诗已经到。手举悬叫三声，耶稣耶稣耶稣就离别吼，可能是读到遮啦吼，咱继续看来。到礼拜日，志勤游园要带真心去礼拜，对，应该是啊。歹势，我电脑毋知创一个背景声吼，呜叫啊，我嘛毋知要安怎甲处理，因为可能是我的 monitor 发出来的声，但是毋知要安怎处理。好啦，大家较忍耐吼。是你的浏览器开其他页面还是安怎？其他页面，这个无迄应该是听起来是对个音声直接出来迄个一声呢。啊，但是迄音声可能是我的 monitor 的音声 ，monitor 伊家己内建的一只喇叭。所以就是类似于种啥物，有一种我看嘛，我来甲关掉。无绑喇叭就对啊，有迄个电话还是电视干笑的声音袂款。对，安尼我开这边，看这边。两边呢？两边拢对起来嘛是佫有声，安尼，敢若是好。我外接的音声啊，手甲摸者就好啊，手先摸者就较侪就无声去啊，足奇怪，好。好啊，你较袂较恐怖安尼一声伫遐好。好来，伫遮开始看起吼。到礼拜日志勤游园要带真心去礼拜，来这段我甲读好了。衫裤换好，真心讲安命，无后辈啊通来去礼拜，我这读过吼。志勤，拍势毋是，无后辈啊来去礼拜吼。志勤听即个四岁囝讲安尼，受到若后更甜吼。真心叫老爸做后辈，迄个情景是亲像清凉的月，互蜜魂含去吼。伤悲吼。顶回可能是读较多呢，我感觉无后辈啊，通来去礼拜。我顶回读到即个汤理的款吼，即个汤理简单字，但是大下本吼。好，咱继续看吼。志勤听即个四岁囝讲安尼吼，听四岁囝讲无后辈啊，通来去礼拜吼。想到若想到若后更甜。我咧想讲即个想为啥会变调去？想到若后更甜，不然想到若后更甜啦，因为想到若后更甜。我拄仔想到是拄仔是甲想到是若后更就甜啊。嘿，拄仔是甲读轻声啦吼，就是毋是读轻声，就是想到读本调，想到若后更甜。敢若怪怪，想到若后更甜，敢若怪怪，应该是想到若后更甜。想到若后更甜，想到若后更甜，就是对，原来读本调。我是读想到。概念嘛。毋是，应该嘛毋是轻声，就是甲断句啊，想到就若后更甜安尼啦。变成我若安尼读法是甲断句去啦吼，想到若后更甜吼。想到若后更甜是连落去读法吼。那是会使，就是清华教授讲的变调变改概念。好，
后更甜吼，那后更喉管嘛吼，那后就喉嘛吼，木度吼，那后更甜。甜即字嘛，应该免啥早甜，就是就满起来啊吼，富吼。好，真心叫老爸做后爸吼，就是鬼说讲拄则有啥物讲后爸啊吼，真心叫老爸叫后爸吼，这无啥物原因啦吼，因为家庭内底就是一种家己的亲密的叫法吼，可能是囡仔拄则咧学讲话时阵，发出奇奇怪怪的叫法啦，叫声吼，大家都咧叫吼。好，迄个情景是亲像清凉的月，互目魂砍去吼。所以天开盘咧写即个情形啦吼，描写即个情形，伊就用安尼来譬如吼，迄个情景是亲像清凉的月，清凉用清凉来形容月啦吼。清凉的月吼，互目魂砍去，就是忽然间失去光明嘛，失去雾茫的感觉吼，一片黑暗嘛吼。啊，上边好这段大家遮应该是会使吼，咱来个读一遍啦吼。对到礼拜日即只吼，志勤游园要带真心去礼拜吼。好来，日文来，到礼拜日志勤游园要带真心去礼拜。你有听到？好来，是29页。是29页嘿。迄个29页底3个册仔顶头一段。你把它吹，我来盛起来，我要添一杯仔水来。到礼拜日，志勤游园要带真心去礼拜。哦，这条。嘿，来你。到礼拜日，遮嘛。耶稣，下面遐嘛。是。到礼拜日，志勤游园要带真心去礼拜。过来，马文你算读过啦吼，继续。衫裤换好，真心讲安名，无后辈啊，通来去礼拜，来，日文完啦。好吧。衫裤换好，真心讲安名，到遮吗？嘿，个继续，嘿，无，嘿。无，嘿。后辈啊，通来去礼拜。嘿，来马文，你过来甲读一个。衫裤换好，真心讲安名，无后辈啊，通来去礼拜。志勤听即个四岁囝讲安尼，想着那后更甜。来，日文。志勤听即个四岁囝讲安尼，想着然后更甜。然后更是一个词啊，然后更甜吼。然后更甜。来马文。志勤听即个四岁囝讲安尼，想着然后更甜。真心叫老爸做后爸吼。好来，日文。
真心叫老爸做后爸。来，马文。真心叫老爸做后爸。迄个情景是亲像清凉的月，互蜜魂砍去啊，伤悲。有文。伊个情景是亲像，亲像，清凉，清凉，清凉的话，吼，目魂看去啊，伤悲。迄个情景是亲像清凉的月，互目魂看去啊，伤悲。好，来，继续哈。大川死的时，志勤搁再怀孕一月日啦。到过年就生一个查某囝，伊的面真白，哪阵这啥呢？哪阵伊带哩吼，伊带哩的白笑，白笑吼，那像伊带哩的白笑。伊的喙唇哪阵粉红的啥物呢？粉红的桃啊，吼！伊的头毛乌闪闪，哪阵乌线线。伊的诗就是哪阵所罗门去好的圣殿真到达吼，歹就是哪阵所罗门起好的圣殿真到达，伊的声音是赢过拓音器吼，拓音器等下再讲吼。不知做志勤的安慰，甲伊号名做文理吼。OK， 来。来，搁转来一段的头遮哦，咱来一日来看。大川死的时，志勤搁再怀孕一月日啦吼。即句应该无啥物字通好学吼，搁再怀孕吼，怀孕新因吼，怀孕就是有新啦吼。一月日啦，到过年应该是过长年啦吼，毋是人讲过年啦吼，到过长年吼，因为迄个过年吼，过新年迄个过年应该是第3条吧？对。咱都袂可能偌早吼，所以到过长年吼，就生一个查某囝。所以是查某囝吼，查某囡仔，伊的面真白吼，就皮肤真白啦吼，伊的面真白。哪阵所以后壁形容哪阵意大利的白酒吼，意大利的白酒吼，意大利就是意大利嘛吼，白酒应该是白色的大利酒吧？意大利的白酒我无介清楚意大利是毋是。大理石较出名吼，但是咱知即个罗马时代即个雕塑是较出名吼。你看伫2000多年有吼，2000年迄当阵罗马的雕塑作品吼，都已经无法度刻甲讲那个咱真诶那个活人安尼吼，就是迄个身躯的身形啊、动作啊啥吼。OK， 你若看迄同一迄个时代其他所在迄个刻个红啊吼，你就知影差偌济吼。OK， 好啦，迄是我即摆讲是雕刻的艺术啦吼，毋是石头啦吼，石头可能是伊的大理石，所以咱对伊的大理石较有印象的安尼吼。
意大利的白石吼。好，这形容伊的面的白啦吼。伊的喙唇拿准吼，伊拢用拿准来做形容的开头吼，拿准吼，拿亲像啦吼，会当安尼讲吼，拿准是拿亲像。伊的喙唇拿准粉红的桃仔吼，喙唇拿粉红的桃仔，喙唇的色是粉红色吼。伊的头毛乌闪闪吼。桃仔就是桃子嘛，桃仔应该变灰色哈。喙唇哈，桃仔伊拢变灰色。伊个头毛乌闪闪哈，用乌闪闪来形容头毛啦哈。我嘛并容易知呢，乌闪闪就是一种形容乌色的讲法呢哈。乌索索，佫有啥物？乌闪嘛，乌噜噜啊，乌闪闪，拢是讲头毛较济啦。哦，是不然闪闪是头毛较济啦，因为闪闪的讲头毛乌闪闪，而且你乌白白，白水的白，看伫迄后壁算总太叔还是总声叔安尼啦。乌密码、乌索索、乌噜噜，啊乌什么看伫就是重点是咧乌啊，后壁物件看你要形容啥。会使有无同的讲法，一般头毛是讲乌闪闪，乌甲反金迄种，乌闪闪。好，伊个头毛乌闪闪，后壁佫形容吼，拿准乌线线吼，那像乌色的线线吼，乌线，但是线另外写一字吼，乌线线，线就丝线嘛吼。伊个敢毋是？谁？伊个诗就是生者。伊个诗就是哪阵吼？诗就是我伫迄个白克力版圣经学着啦吼。诗作就是直接讲即个人伊的样貌，就直接讲诗作吼。一般咱讲诗作是把诗作当做动词来用啊，诗作啥物款，诗作啥物款吼。伊诗做啥物款吼？但是假是讲伊的诗作直接甲摕来做名词使用吼。伊的诗作是哪阵吼？安尼哪阵啥？好，那这应该是伫个咱来查一下诗作吼。我不过这较早捌查过啦吼。诗作我是诗作啦吼。做，迄个三调嘛对啦。星座无，所以咱查星座吼。生者。好，英文教书是修生者。嘿，生者星，即个。天科的盘吼，伊即个或者是经过长教会吼，江转南太严重吼，星座一个是转，一个是江啦吼，后壁是江，头前是转吼，应该是星座啦吼。我嘛是印象中较讲，我讲星座啥物款，星座啥物款吼，袂讲星座啦吼，嘛袂讲星座啦吼，拢袂安尼讲迄讲完啦吼，星座吼。或者是拄则讲的星座，你讲的星座就是将 Q 嘛吼。好，星座规则就是天生生来吼，生你若看第二点例句拢是就是星座大班吼，星座真水吼。较活是伫甲当星座是。对啦，嘛是读星座大班嘛，变成拢是甲当做名词使用吼，星座真水嘛是会当吼，所以好就是当然你用就对啦吼。所以电机模式是改当做名词，啊，张龙教授是改当做动词，对吧？伊的生者这是名词嘛，啊，生者真水，安尼迄就变动词啊。对，嘿。若要详细分析。就是一般我较早使用，我袂晓甲，我
我袂晓个摕来做名词用，我摕个八九版新闻个时候，我原来会当摕来安尼用吼，都做名词用吼。伊个星座是哪做？一两摆讲过啦嘛吼，先够喊嘛。伊个星座是哪尊所罗门吼起好的圣殿吼。好，哪尊的相关吼？所罗门吼，这个。华语的合法版翻做所罗门哈，所罗门，所罗门是大笔的后生啦哈，我无读圣经，咁样袂记啊，所以是大笔的后生哈，圣殿伫个当时拆除呢。无应该讲，圣殿伫个大比迄当阵就想要起啊吼。起圣殿进前是啥物呢？起圣殿进前，犹太人根本无圣殿吼，因为犹太人一直伫流浪，一直死，就是讲因譬如讲因。一开始拢是一个家族尔吼，一个家族。你若讲萨甲上历史上起头是敢若亚当夏娃尔吼。我这就是后来是一个家族是迄个，我说家己名袂记吼，一个家族到尾迄个家族其中一个第二个吧，走去埃及，佮伫埃及生团足多吼，伫埃及做甲宰相吼。生活足多结果咧，犹太人伫埃及生活足多，但是后来经过几若代了，佮变做是人埃及人诶奴隶，所以因就袂堪你去用安尼掠菜了后，就是即个摩西，就上帝就叫摩西带即个埃及以色列人规个拢出来，规个拢迁徙要去转去因原本上帝要互因的一块地吼，就是即嘛巴勒斯坦因迄块地啊吼，OK， 所以因伫咧迁徙上面吼，伊就无安定嘛吼，所以较早因是无圣殿即个物件，圣殿是用石头贴的吼，才伫遐袂紧袂动的嘛吼，伊伫遐足安定的所在有法度嘛，因刷来刷去吼，因对埃及地吼，要迁徙去巴勒斯坦吼，这其实讲起来无讲介远的所在吼，你若进入现代时塞车可能我看讲一工有塞到吼，一工可能较难吼，实在无。但是你伫咧即个迁徙过程中嘛，无可能行70冬嘛吼，但是因行70冬吼，上帝处罚因伫遐行70年安尼吼。好，问题就算来到即个国家吼，因为是附近的即个敌人吼，啥物吼，其实因拢无安定吼，所以无迄个起圣殿迄个想法，一直到大比做王就较稳定啦吼，就想要起圣殿，但是无起成吼，是所罗门起成吼，所以埃及人因捌有一阵嘛是有家己的一个圣殿，毋是埃及人讲着以色列人吼，就是上帝的圣殿吼。听讲是起啊，足水后来佫拆掉嘛，所以我毋知是咧啥物款吼。反正所罗门起好的圣殿吼是足水的吼，足大班的吼。好，这个是阿伯拉罕，阿伯拉罕吼，就是拄则讲一个家族就是阿伯拉罕吼。OK。因为你刚好捌看到。好，当然，搁较早进前嘛是就是故事是单线发展的吼，圣经一直拢是单线发展，就是讲迄个一开始后尾来进前嘛是搁几啊代吼，但是讲足紧的，比如讲有拿阿吼，拿挪亚吼嘛是其中一代吼，拿阿迄当中因为为什么圣经特别？摕起拿阿的故事，就是因为伫迄当阵，上帝要搁甲人类要甲毁灭去吼，大家作恶多端吼，所以要甲毁灭去吼，所以叫拿阿讲，恁一家是好哦，恁一家即口查8个人，我要互恁活，其他人拢爱死啊！吼，大水已经死吼。搁你搁讲起，就已经讲啊那亚当去啊吼，迄
圣经开始的故事。像声像声，现在就是在讲教授的呢。有的是安尼一个名都过去啊吼，所以就是一代安尼啊。好。故事讲到这，咱继续转来看吼。所罗门起好，就是伊的生做吼，是那阵所罗门起好的圣殿真到达吼，遮尔水吼。生做就是可能敢若是面膜啊呢吼，嘛敢若面膜啊呢吼，个规个身材吼，规个人的这个体格吼。讲汉草较无适当，汉草可能讲大波较侪吼。体格可能是嘿啊，主因来讲体格啊，体格赞啊哩。嘿，好，那起好的圣殿吼，圣殿是规那规个人安尼悬吼，落吼，真到达吼。真到达就是体格骹手比例啥吼，真到达吼。到达就是到达的match 吼，或者是真拄好安尼啦吼。因为有一个像浓鲜合度哦，嘿啦嘿，到有一种，有一个浓鲜合度，我修补以为在那里。对，嘿，该粗该油该大块该高该报安尼啦。伊的声音吼是赢过拓音器吼，声音真好听，但是伊竟然是用这来去形容吼，可惜当中迄个时代啦吼，出现这个物件吼，真发明吼，绝对是真好听吼，拓音器吼，蓄音器啦，你用华语安尼讲吼，拓音器，但是迄当中的。迄个唱盘就是那个播放机啊，播放机对啦，就是你放音乐的机器啦，吼，叫做拓音器吼。伊甲声音拓起来，甲声音收起来嘛。你若真正要听，先随会当摕出来放来听安尼吼，所以叫做拓音器吼。毋是要爱你学这个词，是要爱你学这个词的故事法吼，就是你要。号一个新物件的名安怎号名吼？拓音器，当然拓音器是你本身要有个汉学啊，会晓拓字，才我都才知影要安尼用即个字来号名嘛吼。其实无必要吼，即摆我嘛袂去提倡什么汉学啊，无必要，真正是完全无必要。所以较简单讲法，比如讲收音机吼，大家拢听有个收是啥物动词，大家嘛知吼。音是啥的声音吼，所以像安尼诶故事法吼，动词、名词后壁是个啥物器、啥物机器吼之类的吼。所以你若拄着，比如讲 iPad， 若要翻做台语要安怎翻吼？或者是一个新的任何物件哈。当然，我甚至我拄则讲，我无赞成。什么汉学啊，或是个什么开吼汉学啊，一定要每一个汉字学到这么熟吼。我无赞成，无希望安尼。搁希望讲，你根本你连什么发明一个新的故事都无必要吼，根本你都无采时间，直接用原文的音译就会使啊。吼，台语做做音呢，台语用来做音译，其实是足方便的吼，无根本就完全无必要去生一个汉字词出来吼。基本上日语嘛是安尼啊吼，真正是安尼。我感觉你要惊，即个爱学日本学啦吼。台湾人一寡读死头脑的啊，单啊说明迄种的，我实在足册即种的吼。好，好啦，来叫我骂掉吼，歹势吼。好，伊的声音是赢过拓音器吼。我相信。马文原来佫会拄着真侪即种汉语派，或者是即种汉学派吼，真正是以汉学为基任吼，以汉学发用汉学为一生的即个志业的吼。也是一年先的，也是一年先的。一堆啦，好势我讲吼，伊的声音是赢过吼，赢过拓音器，
讲实在，迄人跳音器，我感觉声音无好听啦，但是哈，新的嘛。讲的无像 CD 遐尼精准啊，你啊，比迄个啥唱片哦。可能我无确定跳音器甲唱片迄个黑胶唱片的精差是伫对。啊，就是放唱片的，叫做跳音器啊。对啊，放曲盘啊，系啊，再讲跳音器嘛。无你若是收音机啊，伊是曲音吼，是收啊音甲留落来，嘿，跳音器吼。迄当阵最近敢若个即种咧算迄个曲盘啊。迄当阵少数咧出曲盘。迄当阵。我有迄当阵声音无听，毋是讲迄当阵喇叭技术，或者是迄当阵迄个真空管的迄个技术无好。你着算起嘛，足侪人用迄个真空管真空管然后去做即个。声音诶，这机器诶内底诶元件嘛吼，那个零件，所以毋是迄寡问题。我感觉迄当声音无听，可能是收音诶技术歹啦。我嘛毋知是到底是问题出伫对，收音技术歹呢，是安怎想无好 ？OK， 因为是类比诶吼，遮你若是。因为即摆曲盘嘛，足侪人虽然即摆是数位世界吼，但是足侪人嘛爱听类比的即种声吼，感觉较有温度。所以应该是有法度做啊足好诶才对啊。为什么迄当阵声即个听啊，人安尼，那声破破啊，嘿啊尖啊，有时啊，敢若夜头啊，夜头啊，迄是另外问题啦，迄是保存诶问题啦吼。啊，听来就歹听好。继续，这那拍咱外行的批评无应该是内行啊，才有法度过事。伊的声音是赢过曲音器吼，不及做至轻的安慰吼。好来，即句来学者吼，不及做至轻的安慰，就是伊会当安慰至轻吼，但是伊的顾句的方法我都袂晓，我袂晓安尼讲法吼。不及做至轻的安慰，就是伊会当。来安慰至轻，即个查某囝会出事，当来安慰至轻吼，不及做至轻的安慰，佮毋若安尼吼，就是超过安慰啦，意思就是安尼吼，超过对至轻，超过做至轻的安慰，安尼吼，不及嘛吼，不及做至轻的安慰吼。啊，超过是咧超过分量上超过啦，还是讲性质上除了安慰个啥物吼？我毋知，反正就是大安慰的至轻吼。你若以我家己来写，我无会晓安尼故事化，我会安怎？我就写讲大安慰至轻，大来安慰的至轻安尼吼。好，啊，伊个甲安慰是做至轻的安慰吼，所以是安尼故事我真正是。不要安尼写啦，有较，我啦，就写啦。歹势你讲啊。伊用做名词，我嘛该用动词。嘿，对，就是讲我可能较袂晓用名词来写即句，我会晓用动词，但是袂晓用名词来写即句吼，不及做至轻的安慰吼。而且就是学起来啦吼，但是像我先都学袂起来吼。不及做至轻的安慰，看当然是一看就知影，看有吼，写袂晓安尼写吼。啊，这无法度吼，这咱无自做囡仔时就开始学吼，有时啊就是学袂起来就学袂起来吼。该号名做文理吼，所以这个查某囝伊的名叫做文理，该号名做文理吼。你看伊这歌句吼。拢是甲名词刻伫上尾，安尼会达成啥物效果呢？你家己去研究一下吼，即我无法度佫解释啦吼。就是为虾米伊个构句的方法会安尼，绝对是会当伫咧写作，或者是讲伫咧情感的表达上会当达成一种效果啦。即种效果是我其实我嘛无真正无能力甲你佫分析落吼，佫开拆落吼。你家己有兴趣再去学，甚至伫咧学校里，我看有新朋友无？你家己若讲将来要读啥物台文系吼，无？要读台文系啥？即拢是会当做你研究的主题啦吼。
好，该号名做文理，安尼来讲我来要想叫。有即个查某囝出世吼，大安慰志勤吼，都甲伊名叫做文理之类的吼，或者是号名做文理，号名做文理，我可能就会甲文理摕伫头前啦吼，袂号名做文理安尼表达法吼。对，或者是就用文理做伊名吼，为啥物？因为要表达是。就是讲，我是为着要表达迄种讲话理路的关系。头前因为大安慰，所以就用文理来做伊的名。吼，我惯势会安尼啦，就是讲伫表达即个理路的关系是安尼，但是你看伊就无安尼表达。吼，其实伊家变成伊的表达是，迄种是独立句嘛。吼，不只做志勤来安慰，加伊号名做文理吼。其实是独立句尔吼，但是关系上你嘛是阁读会出来吼。所以文理即个名可含即个安慰，其实是有对应的，或者是有啥物关联性。但是第一点咱无看到汉字啊，所以无讲介清楚吼。文理当然咱会当想到文理的汉字，就是文章的文嘛吼，理就是理路的理吼。有啥物理？无可能啦。我咱来查者，伊就爱汉字名吼，我无去查去汉字本吼，我毋知伊汉字会用啥吼。先莫讲吼，先莫讲吼，先莫讲吼，你先莫甲我套我先查者吼，我先查者吼，我先查一个文，我要安怎来查？摕伫遮吼，来。伊人名无迄种。未收录，人名袂安怎？未收录人名啊！你是讲伊翻译先汉字本的未收录人名是吧？汉字本的有啊，讲清华教授有写啊，其他的本也是讲字书店未收人名啊。我即下要查是即个汉字两字，可能是对两字汉字哈。文我即下查。推论是合理的。你会推论是合理的。第一个文是文章的文嘛，其他文各文啊，其他文，譬如讲咱即摆查某囝就只，好另外就讲是互联邦的中文啦，嘿啊，互里头的啦吼，嘿啊，互相造出来一大堆啊，或者是立病的啦吼，即种文理吼，过来是理，理。你较合理的嘛是你推论迄，就是迄个理的理嘛吼，嘛真侪啊，嘿啊。有女性迄个理伫啦，但是一般可能较袂会读理吼。而且是教会袂用理，那用体理也是台语，可能较适用迄个理啦，对无？原理啊，还是啥物理安尼啊，就是所以那伊的名就一字入字安尼，有确实有迄个时代确实。除了真正叫啊足粗的，什么罔地、罔桥、罔腰、罔起种，迄真正足粗以外，改号一个理字，就表示讲伊的性格，这嘛不哩啊济啊。内理的理嘛有可能用吼，或者乡里的理吼，乡里的理，我就讲理路的理，或者是理是无可能啦吼，大约是即寡理尔吼。我这理就差不多啊，所以你推论嘛正讲正确。甲伊号名做文理吼，好文理含安慰，敢有啥物关系？看起是无啦吼，所以伊毋知吼，我无介清楚吼，即提供互大家参考啦吼。咱即段来甲读一下吼。歹势，你拄则要讲迄个名的部分，我直直甲你拍断。你讲你是要？无问题。反正迄是推断的，我咧猜想是。虽讲大川过往去啊，毋过大川的老爸老母佫伫咧，所以凡是大川的老爸嘛有读汉学啊，所以有可能志勤咧号名的时阵是阿公号的嘛，无得讲。我毋知故事啦，我咧猜想伊，莫讲你看1900年迄个时代，有可能20-30年前，还是20-30年以来，凡是有诶嘛，拢会叫阿公号名啊。对啊。好，真好，来。我都真好，讲真好，你想这样代志，我想我真莫讲啦，我想别样代志。好，Sylvia 欢迎哈。
三年原来教吼，所以咱开始咱这段咱来个读一遍吼。大川死的时，志勤搁再怀孕1月日啦。好，到这。日文。日文讲方便，那无方便。来，马文你先。大川死的时，志勤搁再怀孕1月日啦。来，Sunny方便无？来，方便你就来读。大川死的时，志勤搁再怀孕1月日啦。嘿，芭比搁落去啊，吼，可能无方便。芭比，你若要起来再举只手啊，吼，大家再甲你救一下。我伊拄起来是就比个恁顶无伊。哦，是哦。是讲礼拜日。好来，我无注意，恁有朋友要起来再救吼。对啦，11日啊，会使买，老方面买使做伙来读啊。嘿，欢迎吼。到过年就生一个查某囝，伊的到遮吼。到过年就生一个查某囝，来，剧文也方便。好，无来马文。到过年就生一个查某囝。来，Sunny。到过年就是一个查某囝。就生哦吼，毋是死哦，就生一个查某囝。好，伊的面真白，若阵意大利的白石，吼，来，马文。伊的面真白，若阵意大利的白石。Sunny。这个伊的面真白，若阵意大利的白石。意大利啦吼 ，OK。意大利。大哦是啥大吼？伊的喙唇若阵粉红的桃啊，来，马文。伊的喙唇若阵粉红的桃啊。Sunny。伊的喙唇若阵粉红的桃啊，嘿是。桃啊。嘿对。伊的头毛乌闪闪，若阵乌线线。来，马文。伊的头毛乌闪闪，若阵乌线线。Sunny。伊的头毛乌闪闪，若阵乌线线。伊的生座是若阵所罗门起好的圣殿真斗大。来，马文。伊的生座是若阵所罗门起好的圣殿真斗大。伊的生座是若阵所罗门起好的圣殿真斗大。生座吼，伊毋是写生座，写生座吼。嘿，其实读生座是对啦吼，你读生座是对啦，较好。生座较是好啊，伊的口口，伊嘛是人参啊。嘿，生座是较将 Q 啦，对啊，完全将 Q 啦，专将。专将的，还有人参伊的。伊的声音是赢过拓音器，来，马文。伊的声音是赢过拓音器。Sunny。伊的声音是赢过拓音器。拓音器。
音器，嘿对，跳音器，蓄音器吼，跳音器。不知做志勤的安慰，家己号名做文理，我两句拢读过哈。来，不知做志勤的安慰，家己号名做文理。来，不知做志勤的安慰，家己号名做文理。伊安尼古句法。有一个效果，咱即嘛是看出来，就是有押韵啦，吼，读起来较顺啦，吼。不知做志勤的安慰，家己号名做文理，吼，押韵，吼，读起来较顺。头前嘛是啊，对，跳音器啊，跳音器嘛是伊的音嘛，所以可能是咪要找迄个算讲啥物体，还是形容迄个？唔知哈。对啊。好来，后一段我看一下时间，剩10分钟，好来加减吼，读偌济算偌济。会行的时哦，讲真心啦吼，会行的时真心带文理，带文理去世界佚佗，歹势，毋是讲真心会行，是文理会行。会行的时真心，带文理去世界佚佗吼，佚佗是阮的腔啦吼。即嘛较无主流啊，哈，主流讲法已经袂安尼讲啊，吼。带文理去世界佚佗，暗时阿哥清流就教伊念囡仔歌吼。即个清流是进前大川的大川含情某所生的吼，所以大即侪号啦，大做我是毋知啦吼。真熬念也真熬吟诗，搁真灵来吼，灵来等下再来查啦吼，免查啦，我等下再解释吼。阿公阿嬷真欢喜吼，所以阿公阿嬷拢伫的，但是大川无伫吼。志勤感谢上帝，想使我有即个囝儿吼。阿公常常抱伊伫胸前，吼，亲像枪bud是啥物？枪bud啊，亲像枪bud吼，歹势。你刚才咧拜拜嘛？亲像你枪bud吼，因为这个枪bud啊。因为那抱入来，会扭伊的喙鬚吼。OK， 所以这规段吼，拢是你写文理啊，哈，这个上细汉的这个查某囝吼，我头前就已经形容甲那敢若这个足水的这个红姨啊吼，后壁佫大家正人疼吼，你看得出来吼，所有正人疼的名吼，每一人按照照顾的吼，每一人拢写着吼，除了阿嬷无写着，其他拢写着吼。阿嬷我相信绝对是重男轻女，所以无甲写吼，这一定想会到。但是阿公阿嬷真欢喜啊，阿嬷无出动作啊，阿嬷无出动。你看啊，规篇文章，其实我对田花盘的这个写小说的这个功力实在是足佩服的吼。你看每一个人这种写法，这段敢若这段你就看出来，这人写小说的迄个功力是到什么程度哈？每一个人拢描写讲伊按怎来听小这个细汉查某囝哈。好，时间应该够，好啦，开始一个字看哈。会行会时，吼，你拢爱想着话，这容易写问题哈。会行会时，吼。会行的时，这应该大家拢免看吼。真心带文理去世界佚佗吼，所以第一个写就是真心吼。所以感情上咱嘛会当看得出来吼。吼，真心绝对是上照顾上照顾这个妹妹啦吼。因为大人有大人的代志，但是这个做囡仔的，就是一天24小时吼，逐分逐秒拢陪做伴吼。想看嘛？我相信你有兄弟有姊妹就知嘛。虽然含你斗阵上时间上侪相，绝对毋是你爸母嘛，一定是你的兄弟姊妹吼。真心带文理去世界佚佗吼，带就免解释吼，这动词就是
带囡，咱讲带囡仔吼，拢是用这个带哩吼。所以真心带吼，莫用华语的迄个动词吼，爱用这个带哩吼。所以这个带哩爱晓吼，咱来学这带哩吼，这个带哩爱学起来。咱知影个台语个有另外一个汉字吼，个发明一个汉字来写这个带哩吼。人名的带。对。CHHOA 第7条吼，我先查甘字典的带哩吼，甘字典有收这个汉字呢，我毋知影本那个应该有啦吼，我并无甲伊显啦。这个你看这个新闻来只要用迄个汉字，就是这个带哩吼，引带的带就是这个带哩吼。海龟带哪会带？伊讲这字是可能300-400年啊吧。安尼哦。这里用遮久啊吼，等下再来讲这里的故事吼。OK， 引带的带，有人嘛是会当用这个叫做啥？混托啊吼，甲引导这个导吼，摕来做这个带吼，引导的导吼，摕来做这个带哩的汉字吼。另外这个带哩伫台语有2个音嘛吼，2个字啦吼，一个是这个带，另外就是带某这个带哩吼。较无共意思啊，带某是假带，但是吼，我感觉嘛是共意思吼，嘛是共意思。我现在来讲，就是共这个带哩，就是这种迄种引带哩吧吼 ，lead 或者是introduce 吼，所以你伫咧分假带这个带就是 introduce 的迄个意思，甲伊引入门来嘛吼，所以就是一个引哩吼。咱来看甘字典来解说带哩，伊用啥物？甘字典一般解说是用词去解说的吼，比如讲伊就是用伊写引带吼带路吼，这种就是这个带哩吼，就是带这里就是用伫即寡词伊会用解说嘛是安尼吼，带路就是比如讲 guide、lead 吼，英语来对。另外一个一个带哩就是比如讲嘛是 guide、lead 啦吼，或者是你。个啥？我即嘛就是啊，比如讲carry 个嘛是会使吼 ，carry 嘛是会使哈 ，carry 吼，或者是讲比如讲像那个 marshal 吼，是啥？就是比如讲你去戏院看有一个人头前你甲你带路吼，迄个带，或者是讲你毋知影路，人甲你带你去找出你要行迄个，你要去迄个所在，这就是带吼。OK， 引带就是讲这个意思。迄个汉字道理吼，引导这个导，就是共款意思，就是我对来讲，敢若就是混音尔啦吼，摕来这个音的混音，用这个音来用迄个字来混这个音啦吼。安尼讲会听有，应该有啦吼。日本时代有当中会用这种方式，就是讲照迄个字的意思。毋过爱读这个音嘛呢，就是叫做混同。毋是日本时代的吼，就算即嘛伫日本本土，因即嘛是直接安尼用的吼。你看因即个，比如讲写一个音吼，伊用叫做无共汉字，但是拢共意思来飘即个音吼，足多啦吼。一时啊无迄个例通讲，足多。你若无日本的人去日本，你才注意看，你就看会到吼。好，所以甲甘字典伫即个引导的即个道理的，伊的解说带哩嘛是，比如讲引带路、偷带啥物意思啊？带走吼，带走就带走，偷带了吼，伊后壁有带了啊吼，带囝是啥物？带囝就是你摇囡仔带囝嘛吼，但是带了是撩引。我都控制啊，我都控制，这样偷带了嘛。你个偷带了啊？所以带了的带哩是安怎？你若讲来理解，就是讲甲迄个撩引出来嘛，吼，叫做带了嘛，吼。但是你若平时佫袂讲带了，你讲放了。所以带了是干呐？带了是我都控制啊，时来可能切下进程，迄个金嘛无都控制的时阵，就可能也是一放松的时阵，也是一紧张的时阵，囡仔人去用吓惊，就是安怎？伊就真正带到规躯体啊，规拢含去啊。所以带了伫咧台语内底用法，就敢若即种
非你本身意志的放掠着，叫做无得控制啊，无得控制。啊，个老哦，那老大人就变成是失禁啦。啊，你老大人失禁，大概袂讲伊带尿啊，一般带尿拢是讲囡仔才会带尿啊。失禁敢会失禁嘛是会讲带尿啦，吼，惊甲带尿安尼啦，无一定是个老大人，就是讲，譬如讲你伫惊吓的时阵带尿去。对，我要讲的是，若是成年以后，迄个老大人，因为中门讲尿失禁的时阵，大概袂去讲迄个大人，迄个老大人带尿啦，大概袂安尼讲。会安怎讲？因为会安怎讲？你搁甲尿放，你搁甲尿放喺裤底啦。伊放尿是我著家己控制，所以放尿甲带尿的前差就是带尿无在了控制，放尿就我著家己控制。啊，所以当你安尼讲即个大人讲，你甲尿放伫裤底是意思是伊超工的。失禁，毋是伊失禁。所以为什么毋是伊带尿？啊，带尿是咧讲囡仔，我会去讲自选，就是讲可能七岁进前，就讲你搁偷带尿，你搁带尿安尼。啊，所以我的灵感毋是囡仔，我的灵感是讲带尿是尿体的非你本身意志来放出来。就是毋是你意志控制，就是你对象是讲无法度控制哦。不管是无法度控制，还是毋是你意志所放出来，才叫做带尿哦。所以大人伫惊吓时嘛会带尿，大人伫咧就是失智的时阵嘛是会带尿。所以我的灵感是带尿，只要是你非意志所放的，就叫做带尿。意志的拢是带。对，非意志然后讲的，非你本身意志会放尿情况之下来放尿，叫做带尿。吼，无一定是囡仔吼。OK， 我对下要引出，我对下要引出思考，就是要互你理解讲为什么我是安尼理解，安尼去用这个词啦吼。我嘛会讲这个老大人因为其实已经食老，已经头壳已经咩？那个。头壳已经无法度，所以有时会带尿吼。OK， 我的意思是我会安尼用的吼。好，再来第三个，你讲等我过段时间，我超过先，已经超过啊1分钟吼。就甲这个规说了就好吼。讲假带，其实我感觉是共一字、共音、共一字，共款是迄个音带的意思吼。就是讲，我拄则讲叫做，就是我有 introduce 嘛，带嘛有 introduce 的意思，我有迄个什么拄则讲的什么音，甲你。伫头前甲你带入来吼，所以伫台语内底假带吼，假是出门去，带是带入门嘛吼，所以就是即个意思。我感觉是相反，你就算用迄个带入吼，迄个顶头一个门下底4点即个带入来写，其实我感觉嘛是对的吼，只是讲汉语世界吼，总是要好一个较好看的吼，或者是较正式的吼，伊就用即个。取用这个取下对加一个努力来表达这个表达这个 specific 的用法吼，就是我要甲这个人带入门，就用这个带入吼。其实伊就是迄个共款迄个一个门下对4点的共款动作啦，完全无啥物分别吼。佮带新娘、带某、带假吼，拢是相款吼。好当我一直讲吼，甚至我一直讲你现象吼，我嘛甲你惯势啊，定定讲假带吼，其实这毋是好事啦吼。我拢建议大家莫用假带安尼即个词来表达你婚姻即件代志吼。婚姻是一种契约，这才是正确的观念吼，是一种契约吼，一种契约是一种你和上帝契约，你和你未来一半你。一生要当做行一生的一个契约吼，毋是迄个我甲你带入门，你甲我嫁出门道迄种概念吼，迄种概念是足歹的吼。好，迄个带入吼门下底4点吼，简单讲我听我毋是讲要讲我要讲的是即个造字法，听讲是就咱敢若一个迄个龟奴啊，带4只龟仔囝尔，对啦吼，才叫做带吼。伊讲迄个6进去内底敢若有。好，安尼好。是对内底出现。所以这个字是安尼做法，对迄个门就是指龟奴啊吼，龟有门嘛吼，龟奴啊带4只。阮阿嬷的字，阮阿嬷的名就即字啊。就即字吼，好。
你若卖苗一支。OK， 好。我对汉字以上，我态度直接讲过啊，我无搁继续啊，吼，我就是吼，所以我到遮，无加开时间讲汉字。好，感谢各位啦吼，今仔日讲到遮，咱后礼拜再继续来读出师线吼。我相信咱伫出师线内底学到物件，实在大超出咱所想啦吼，咱所料想会到的吼。咱读一世人哦，读一世人佫较难吼。总读了一工啦吼，就算咱你讲读遮慢吼，一节课1点钟讲一字吼，总是嘛是有个读了迄一工。好，感谢各位，我要来归房。感谢，谢谢，拜拜，再会，后摆再过来。